家好，我是叶春婷、叶春藤。我是太和风文化协会创会理事长林佩君。是啊，我是客家新传师。讲起来，我客家话是从阿公老家部学的，四人腔、会六腔两种腔音都会。我也是客委会的新传师。不过我还有一个身份是老龄教师。讲起来，我就从老龄教师那边讲起来好嘞，因为客家老老龄有乜关系呢？其实当到客家人是渐来渐多些嘞，哈，传承的目标要渐来渐细。故说呢，咱客家的传承啊，从国小要走到高中，走到大学，那就会专门传承给xã區的啦，就会讲xã區大學啊，伊做中心嘛，還有那個是安尼xã區當到的客家社團吼，也都搞了掉。然后太和坊的图书馆经营了件事当奇妙，不过我们当欢喜。因早我都从6年的时间就有搞园艺哦，嘿，还没有搞粉彩，哦，还没有搞伊个煮饭菜啦，搞米食啦，没有呢，还客家方面带到个xã區去哦。我想读书会，迄当伊进图书馆都唔得听吼，还你留了着人才。留了着安尼个乡亲的能力，哦，你啊本单手买传承的能力，本单传统的能力，还个有学习来的能力，吼，那个就创新嘛，吼，创新的能力，迄结合乐龄冲下来，就会变做一个新的形式来表现了图书会。哦，当然，前面是上个丰富客家嘛，传承客家嘛，吼，故说了摆课程，俺从了多年的。方面来设计体育堂课可能就会客家行脚，就会意思讲行出去嘅图书费哦，大家看哪里哦？请看。接下来我就来讲讲客家行脚这堂课的教学重点大纲喽。嘿，其实呢，客家行脚的特色，这个就是的啦哈，给特色。好，第一。就是启动五感，五感哈，跟我们卫福部啊目前在走的延缓失智失能超级重要。为什么呢？启动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以及触觉，这个随时随地我们亲爱的电视机观众都要启动哦哈。再来呢，希望能够增进生产老化。生产老化，我们过去常听活跃老化啦、成功老化，很少听到生产老化，对不对？2012年开始的哦，欧美那边呢开始流行，就是一个也不是很老的老人家能做些什么呢？志工啊，或者帮某些公司啊，或者甚至于在家里带孩子哦，都算带孙子哦，都算生产老化的一部分。那我们如何把它扩大？再来呢，多元知性学习，这不用讲，台北市的资源太丰富了。文的、武的、静态的、动态的，常常的展演，多的报哈，随时都可以去学习。然后再来就是扩大推广客家、推展客家这一点，我真的是要非常谢谢大伙方给我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吧哈，因为我是热爱客家的一个客家妹。再来能够丰富客家过去的时代，我们乡亲呢，跟现在的时代的乡亲。不太一样，对不对？大部分都是扶老客啦，或者是甚至于客家话都不会讲，有的是会听不会讲，有的是完全不会讲，都没关系。就借用我们读书会客家行脚行出去，把我们的声音、把我们的特色带出去，甚至去收集啊，比如说第一堂课我们可能收集植物等等，收集相关的客家知识，丰富客家。好，第二大点呢，我们的教学重点会落在客家植物名称知多少。外来种太多了哦，因为本身我也是园艺治疗师，我希望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带动我们客家乡亲去了解过去乡下的植物跟现在都市里面的植物有些什么不相同。等一下课堂见喽。好，各位看一下，欣赏做到吗？给？按到呢？有冇？有讲冇？哦，你要记重重嘅。台风草。台风草。
对个哈，客家话唔免讲台风错哦，对个那情况啊哦。我讲的是华语，来构树，构树，啊，九层塔。哦，最近不是季节，所以有点哈，有一点点尴尬，没关系。啊，鱼腥草，这等一下让你们闻，你们就知道了哈。好，这个呢最可爱的是这一颗，有没有看到下一个拐杖？这个是姜黄，这是叶子，是它的根部。然后呢，这个有一点紫色，最近也是开花季节啦，颜色有点变了哈。这是紫苏，紫苏。然后这个客家之宝啊，艾草，哎，捏手，好。这个最可爱的小蝴蝶，这个呢，别看它这样子哦，它有个很可爱的客家名字叫点马伐，其实它就是马英丹哈，马英丹哎。好，这个很特殊，这个大概目前香草园会种，它就是属于客家的挖草，哎，闽南话说挖草不是小小的吗？可是客家的慢臭哈，客家话叫做慢臭啊。它其实长的是这个，而且它的味道很香，不一样。好，待会有兴趣同学下课可以来摸摸看。好，今天老师就要很快咯。如果要认识植物呢，从哪里做最快呢？从我们自己身上去跟它做结合最快。所以启动五感啊，是卫福部延缓失智失能里面，也是老师在园艺治疗的课程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懂葱油哦，因为我们人如果要爱自己，就先启动我的五感，随时就会心花怒放。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悄悄春风吹电来。有没有？上次老师是不是教你们唱这个歌？好可爱哈！看到你就心花就开了。一样的，我们现在看看呢，那五感到底有哪5种？我们去到外面一定要启动的。第一，眼睛一定要看，来。请看啊，木竹卡。好，第二呢，这个听觉一定要启动哦，来启动听觉糖哦，耳讲糖。三来呢，唔要乜嘅，屁讲屁哦，屁响知道吗？大家形成能量哈，对，你屁框啊，像如果我们说启动这个嗅觉的时候，这时候真的非常重要，你闻闻看哦。今天的紫苏是来帮我传过去给同学哈，对，紫苏哦，可以启动视觉、嗅觉，有懂香哦，爱香呢，拿一哈，有没有闻到？有长香。好，做点浓啊，搓啊，皮香啊，闻香皮香啊，做的。好，我们3个觉了，对不对？再来是什么觉？啊，嘴巴里面会是什么觉？味觉。那我叫你们闭起眼睛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不能吃东西，你戴口罩了嘛，所以要改善。来讲哦，客家美食伫要拄，姜丝炒竹虫，我讲你是酸菜哦，姜丝炒大肠是酸溜溜的，你一想怎么样，口水都出来了，这就是味觉。好，最后呢，多久没有拥抱自己？那咪他几敢抱？哦，触觉，摸摸看有没有长胖了，摸摸你的脸有没有光滑的，哦，这个都叫触觉。以上这5觉呢，5感呢，一定要每天带到。好，这是我们虽然说玩植物，一定要先启动这个，这是符合我们卫生福利部的重要的延缓失智症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这堂课最重要是要讲，我们说行脚到底要做什么？客家行脚跟一般行脚有什么不同？大家都是大佬呢哈，总他待过按斗眼呢，哦，在乡下住那么多年，哪个植物不认识啊？通通嘛认识。拍谁哟，石推菜金铺，山飞改变，那边放山钢铁。好，你看哦，客家本身是讲咩啊？哈，你讲石推菜金铺，迄咩植物咩菜金铺？有哦，这副吼，你讲你的从它看到的老料还有重要，有点某重要哦。比如讲杜鹃花就有多重瓣的，
百合花有，现在很多多重瓣，台大你有没有去看？台大校园走一走，就发觉，哎呦，怎么杜鹃花变那么漂亮？哈，多重瓣。撒落欣赏的土台几家落，伢咪哈安尼的客家的称呼的名称，看有等印象哦。吃看哪里？啊，好，传来一哦，传来一哈。有冇？欣赏了摆呢，准备咧80张名称哦吼，安尼从头开始好咧吼。硬手请阿妹哦，阿妹你那边先开始，一撒3张就好咧，好嘛哈。好。来，第一个呢，我们华语叫做大青，像讲鸭公强，哎，来鹅掌蓉，鸭麻油，竹柏，白叶强，嘿嘞，野牡丹，布鲁昂，哦，错，懂得一下哈，布鲁昂，马英丹，点马法，榉木，解油，嘿，紫薇，九强，紫薇哈，没有树皮的，大家记得吗？树根哈，树皮，懂他们有没哈？好，白千层，日本相思，乌桕，琼的书，嘿，破布子，蓝布树，台湾栾树，乱心木，笔筒树，枸杞，构树，鹿尾树、无患子，猛龙树、干花蓉，嫩子麻、水冬瓜，山枇杷，山杜鹃，石榴花，芒果，反酸没有人按讲，酸的没有人按讲，酸呢哈，那海陆腔啦哈。其实我们整个台湾的客家语哈，不该强啊，你也不敢讲不该强啊。还讲吸烟，吸烟安尼咧，我要讲吸烟，他个俺们吸，我们还有强咧，啊该你咯，我要吸烟，那边全部吸烟，啊该你咯，你话咧，讲吸烟，唔免吸烟，没有在吸烟。跟泰国咧。我係講藥片，哎呦，你上語啦，牛片。講少年講你講少年講吼，跟你飲有冇飲牛片冇？會有會有，會有哦，愛食哦，愛啥物啊吼？跟你呢？我係吸煙，吸煙，喲，太不符合吸煙嘿。其實，在我們整個台灣的人口分布，客家人口分布來看，北四縣，當然現在也含南四縣，它是大宗的，沒錯。你在台北聽到的電梯的聲音。或者到哪去搭捷運的時候聽到的聲音都是以四縣腔為主的，所以謝謝你會怎麼說呢？什麼意？新夢兒啦，新夢兒啦，要跟講。那再見會怎麼說呢？張得了，超啊，大致上聽得到的是四縣為主，所以我們等一下有機會我們再來分享一些客家話。好，我們先做到這裡咯，謝謝。生下來呢，欣賞的主題一個來看，看乜見哦？台灣常見，常常看得到。七月華語客語對照，這樣的，好，各隻客語的名稱就同等一下，好，比如講，你就看第一隻，有冇嘅？鵝掌藤變成什麼？鸭麻油。為什麼鵝變鴨？告訴我，有沒有？肉啦，我係啦，係咪重樣肉你這個講嘢強用講。講藥片啊。哦，藥片。啲肉狀啊，阿咪就冇重樣啊，唔得就。頭告後一他，同學，我們學一下姚平江，這是在台灣呢比較少聽到的聲音，我們來聽聽看。我們同學一下子學會了嗎？來，鴨子怎麼說？阿伯。來，阿伯。那鵝怎麼說？哎呀，按對一下哈，這個是姚平腔韻哦，超可愛的。好，可見呢，在以前我們如果養鵝養鴨的人家，其實它的腳是不是長得一樣？有一點一樣。所以這個植物因為它的腳就是長這樣。來，手給我，你們給我看，來5個，全部有譜啊哈，還有兩對，按理就叫做。鴨狀、鵝狀、瓊陽哦，古時候客家話很多鴨麻蓉。好，我要請大家呢，到哪去看得到最漂亮的鴨麻蓉呢？請上觀音山，就在觀音大士的面前有一棵
超高的，而且去年我去的时候盛开的花，好漂亮，哎，有机会上去看吧，哈，好。条摆啊，爸爸拢会讲阿妈用，我讲啊阿妈骨，怪，阿妈骨啦。这个真的是各种时啊。肉带哈。肉蛋啊，爸爸拢会讲啊7、80年前，伊拢讲咧阿妈骨。哦，7、80年前，大哥的那个爸爸跟他讲说，这个鹅掌藤的客家话叫做按马骨。阿爸没讲阿妈骨。条摆用讲阿妈骨咧。哎，这就是失传的名称。周正阳可以捡回来，很可爱的。好，谢谢你哦。好，来，我们第二个来看哦，马英丹。哦，那是点马法。点马法，点马法的意思啊？我点。听笑啦，听笑的是点马。发疯的啦，是吗？发疯了，为什么会这样？伊可能有托。哦，很好。这个植物呢，因为微具毒性。所以呢，以前我们的阿婆就是奶奶，阿公就是爷爷，他都说你不要去摸那一朵花，摸它的叶子，你一定会发疯，这个观念都点嘛。所以当时的客家人几乎每家每户都这么做，就是希望你不要随便去摸它，观赏即可。为什么值得观赏？因为它太漂亮了。这个花朵啊是有5个颜色。所以呢，目前好像海外啊，就是比如像大陆，他们都称它5色梅，嘿，马英丹。你去到任何一个公园或者是不用湿地哦，就是公园在地都看得到5色的花朵，一朵一朵的哈，围绕成同心圆的样子，它就是马英丹。好，白千层，小石，嘿，可见它长得很像。熊石书黑毛鸭背熊，为什么叫白千层？鸭皮一层一层。哎，酥皮一层一层做的薄下来嘛。好，以前的人橡皮擦没得做，以前没有化学的年代那么严重的时候，都拿这个酥皮当橡皮擦。好了，上士林官邸好吗？士林官邸有一排白千层林，很棒，很漂亮，花开起来像小刷子，刷刷刷的，好可爱。好，再来破布子。兰布苏，这个我相信如果是电视机或者是电脑前的朋友，你们应该常常有吃到。有一道美食，你去咖啡厅，你说我要吃树子蒸鱼，树子蒸鱼有没有这道菜？嘿，就是这个兰布苏兰布子啊，破布子，吃起来香香的，有人拿来蒸肉、蒸鱼用的，都得好。来，再来构树，肉桂树。构树是肉桂树，为什么我特别要把这个构树带常见呢？其实啊，登山的时候，构树是变成一个救命树一样，就是你如果在山上迷路啦、肚子饿，你可以找到可食用的草或什么的。可是当你刚好是比较荒凉的地方，构树是很容易生长的。如果你看到构树，千万不要放弃，就是把它摘来吃。但是因为很粗糙，它的纤维很粗，所以我们吃它的嫩心。或者采它的果实也可以嫩心跟果实来当做一个食物来应用是可以的。它的树枝都很高大吗？对啊。如果很高大，如果你肚子快饿了，快要死翘翘，你要不要爬上去？一定要你一定要爬上去把它采了。这是讲说万一啦，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啦。你真的会上山，你一定要带食物的嘛只是不得已的情形下，我们可以拿来应用。好，再来。台风草，我们客家话叫做爽内臭，因为刚刚我们前面的课程我有给大家看到那一颗爽内臭，对不对？是不是很像川？好，我们就到象山上去看吧。去看台风草到底今年是不是只有一条线？好，再来台湾栾树，这个就不用讲了。台湾栾树已经变成当初是台湾的特有的一个树种，可是呢，因为太漂亮了，5色树嘛。太漂亮了，所以现在我们的行道树啦、校园树啦都种它了。所以你要去看它，还真的到处有，公园也有，不用担心。那你就记得客家语叫做卵形梦，卵形梦。比如雾色啦，雾色，张葵是黄色有哦，张葵
刚开始长的时候是开花的时候是黄色的，勾勒吗？该是咖啡色，橄榄色，哎，橄榄色就是橘色啊，像橘子的颜色。好，再来，你们该是勾勒吗？该是红色，红色，就像这个大红花这么漂亮的颜色。哦，今天我们大伙房穿的这个大红花是标志，好漂亮哎，这个我顺便讲一下好了，这个大红花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扶桑花。那一般人老一辈都说，哎，有个桑我不要种，可是后来人家就把它取名为朱槿、锦绣年华，或者是什么锦朱锦，好漂亮，每个人就开始种。好，我们再来继续看哦，笔筒树这个已经变保护树了。保育哦。为什么现在已经被被人家去偷采采光了？西点金、风骨酸，都是炸姜草。不一样的花，西点金是什么花？是花紫色。紫色客家话怎么说的？秋雕吹就是茄子啦。茄子是不是紫色很漂亮？所以客家话如果你讲到紫色，你就要说雕吹色。好，那我们回来这里，这里就是雕吹色跟炸姜草，就叫西点金。可是黄色跟黄色，像今天穿的这个就是黄色。黄色的话呢，它就叫布谷笋。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应该小时候都是采这个来吃，不会采这个，因为这个比较小，它比较矮小，而且它会分枝。它这个是一枝很肥壮，有没有再来我们看外来种，终于看到一个外来种。刚刚讲到现在好像都没有外来种，这个是外来种，这是什么？闯堤柳，名字取得很可爱。为什么叫闯堤柳？因为它是属于藤状的菊。是不是很可爱呢？所以客家人取的名字都超可爱好，金露花望天鸡，金露花最有名的是做什么？它的花很香哎，很香，而且是什么？秋色、雕吹色，有吗？做的是美的，瞧一下，吸一下，客家话动作都好可爱。来，我们试试看，吸一下。吃到什么花蜜？在金露花里面呢，紫色的小花，你不要小看它，小小朵小一串每一朵里面都有花蜜。有机会，不能随便采了不过可以到有机园，假设有种这个，你可以试试看，吸吸看。好，来山苏这不用讲，现在太有名了，炒一盘山苏200 kg。还有标嘛个地条米标反天，小鱼干，辣椒，可是客家话很可爱，叫做姜臭。好，这个兔儿草就是小金开小花的那个草也是满地都有，一根，然后小金，它的小太阳好，来大花咸丰草，这个大家常见。我为什么把它特别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你看它的名字哈公家，请问哈公是什么？虾子，虾子是不是有2个螯，会夹人？所以哈公家的大花咸丰，就是因为它的种子成熟的时候，它必须跟着人们的身上粘紧你，所以有讲很多娘命臭，没有很多哈公家。好，就这个概念。接下来这2个也好可爱，不过不太容易得到。请同学呢有机会你就到阳明山的这个水车寮步道，这些草很多，现在算是保育草了它也不会随便被砍掉。因为这个狼番藤它也是小时候我们记忆小时候的一个零嘴。就是它吃起来有点甜甜的，而且颜色很可爱，酸的、甜甜小小一粒一粒的紫色的有机会去观察一下。火炭母草就是懒番藤，它也是藤类。然后这个呢，唐板龟更可爱了，客家话叫做奶藤臭，因为它的叶子会长这样，然后是心形的，下面有一点小刺我们要裹起来吃。我们小时候是用把叶子包嫩刺包起来塞进去吃，不会刺人。对，它这个奶藤臭唐板龟目前都是草药界很有名的草药所以被保育了。再来，鸭唾草是皱芥草，顾名思义因为它的草长得怎么样，一节一节的皱芥。来，蔓花生，低的大安森林公园一大片好漂亮，金黄色的小花而且是
抬腾，客家话讲抬腾就是平铺过去、蔓延出去的啊，抬腾，腾梯头。可是它没有长花生啊，不要以为它有花生。好来，翠如丽，面根发，可见这个花不容易谢掉。就是每天都开，一直开，谢掉又开，开，所以你经常走在路上看到那种一只一只像小竹子，上面有一种那个紫色、蓝色，最近有粉红，还有白色，最近也陆续有新的颜色出来啊，所以新品种也开始有了啊。那我们可以想到以前有一首歌。来从山中来，带的蓝花草，嘿，来从山中来，带的那个蓝花草，就是这个翠如丽。对啊，对，就是翠如丽。这样 OK， 这样同学知道了哈。好，再来柚干草，果干草就是竹竿草，干跟干是不是长得很像？好啦，它的造型真的就像一个柑的形状，所以就叫果干，也是好的草药，跟这个都是草药类哈。来，柚干草、竹竿草，紫苏，怪喜哦，这个它是很可爱，怪喜。那紫苏呢？最近很红，过去我们的阿公阿婆大概只会拿来做什么？腌制紫苏梅子，还有呢？还有腌制什么？煮鱼嘛，还有呢？要做的猪牛。好了，我倒是知道哈，最近的疫情期间，叶子老师真的这样做哦，我都去有机菜园呢，跟同学采几颗就好了哈，采几片就可以把它用。我教大家方法，就是把它保湿，用那个厨房纸巾沾一点水啊，洗干净，放在保湿盒，可以1个礼拜。你只要每一次拿个5片，再加上乌龙茶。人间美味，我有喝，哎，然后做什么呢？就是防疫期间呢，可以提升免疫力呢，也可以行气，就是对身体还蛮有好处的啊。不是医疗，但是就是可以疗愈自己，也可以得到传统的一些觉得功能嘛，你刚刚提到的功能哈。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一个是什么？田根子草，它要叫做撒栽，哎，跟芒草很像。我们上阳明山去看吧。阳明山现在正好是什么芒草季，你去看每一根芦苇或者是芒草还是撒栽，去区分一下。好，我们就先把在台北市就近地区可以看得到的士林官邸呢有很多不同的花草，阳明山有很多的不知名的野草，尤其是水车聊不到，都可以去，值得大家去赏析哦。谢谢大家。哎，他家己安尼下家事，你要拄有当多发发臭臭嘛？应该有嘛？条个有拄过嘛？该有发的嘛？有嘛？像迄天公点点的落下，慈悲的梦子。法说跟诗人啊，吃到有一番欣赏雅术以后哈，伊讲到了母语迄一类讲给法。你看哦，客家字啊，超可爱。你这样子读，母语就是母语嘛，母语，黑就是是啊，这个就是讲。那我们国语也可以讲什么静嘛哈，也有人讲有一个地方它直接叫做亮，嘿。不过客家话这个就是讲，谁没安讲那个讲，好，那这个就是的给法。所以花一声变法，这就是客家语可爱的，就是刚好转个声调就到了哈。母语黑一类讲给法，这是学语反形常下给死。那他是提到说，我们先念一遍以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到底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写出这样子的诗哈。我们从头看哦，老师欣赏声音哈，叫他简单了哈。母语应该淡然神壮，唱头。母语应该淡然神壮。这个淡，我们说探头，哈，还个纯粹去，都是用这个字哈。但是客家音呢也有破音字，所以这个本来是淡，可是在这个淡音的地方要读淡，好。
同学可以把它记起来。哎，担金哈，担担头哈。像你讲你要采水果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担树上去哈？所以这个音就要用德韵担金哈，担金声奏，开出一类一类渐渐的法，唱头。开出一类一类渐渐的法。一下时人语就会下讲猜，这个是吻合我们现在的时代。我头过来你讲么该？来讲滴嘛哈，哎，客家语照道理我们有时候，所以这个邱老师呢，就是他特别写猜，猜是有点文读的意思哈，猜可以啊，稳通嘛哈，文读的客家音就叫猜，猜呀对，这个块对，对就是这个字，对就是一块一块。哦，一堆板的，一块板的哈。菜呀地土地红，所以你看哦，你拖了赏韵那个会变的吧？我们读诗的时候，当然不要那么死板嘛，所以我们给他客家人最会什么？天上大地呀，是不是会这样？冲山沟黑没爱容易，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也不要那么的制式，我们可以来一点点变化啊，就。母仪做得冇天生咯，好母仪应该当今神州。哎，做得按通哦，按通咪导游微信咯，哈，听一听，思考哪了？谁来通讲哪？开出一类一类渐渐的法。哎呦，就讲哦。好啦，应该好像讲6招是通用的时间哈，你做的听一招赏韵，然后听一招，做一招层次，哈，一类，讲，来一个讲也可以，就是我们在读诗的时候，有时候呢，给它一点点声韵之美，声音的强弱、起承转折，给它一点点哈，好。讲，给法，哎呦，就说的，好，来都吐卡多哦，1、2、3，唱多。开出一类渐渐的法。哎呦，中啥呀？有点影响。哎呦，现在还会通嘞，吓得，不要看了，好过来哦。不要基本就多了，先来好。菜呀地土地红。好，我们的轰是 on 韵哈，轰，所以你的尾巴要结束在鼻子音嘛。好，鼓手你在拖的时间，菜做嘞，天上，天上也唔怕，菜呀地土地红。好，给它一个尾巴的鼻韵，也很可爱。好，来，先来个吐卡多哦。菜呀地土地红。做对咯，来个吐卡多哦，1、2、3，唱拖。母仪应该含音神咒，开出一类渐渐的法，菜呀地土地红。哎呦，我这个一张。这个蛮讲啊，讲讲嘢没有平用讲，泡粽，哎呀泡粽，大泡粽，你试验用讲，泡薯，哎，做的，好了讲用讲，朴树，用薯哈，泡粽啦，泡粽，好，做的，唔怕哦，其实客家语很多元哈，如果你用。海陆腔、四线腔，现在今天我们大哥是摇瓶腔，都很可爱，只是差在一些声韵之美哈有机会呢，不妨可以跟着来学习哦。好，那我们再来第2段哦。一类法，一种哈，行道，行道，希望练道，行道，跟着修行长下道等一下哈，一种行道，好，千类万类。给法，秋有千万种的风采，
哦，下都按摇言哈，做多少多了？一为法，一种引导，前类万类皆法，秋有千万种皆风采。以下都咧，艺术家讲，对我讲都奈咯，讲都奈哦，来看哦，讲彩凤中，讲彩木竹行，讲彩大赏人的心度。好，这个大赏就是每一个人大啊，客家话的大就是美的意思，每一个的美哈，每一个。那这个木竹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视觉啊，眼睛，哎，这个讲就刚刚有讲是漂亮，所以你看客家书也很好读啊，也蛮可爱的哈。我们再把这一段再读一下哦，来，讲彩凤中，讲彩木竹行，讲彩大赏人的心度。哦，突突俩有感通哦。伊迄个母语就迄个我用买言，弹琴，韩国母语怎么样买言开出家长嘅法则，安尼台湾遐啲土地吼，有冇？每类法就有每类嘅引导，所以逢菜有千万种。不要讲起来哦，安尼台湾，我们台湾现在族群很多了，有没有发现？最近搭捷运。坐公车、坐火车，尤其是往桃竹苗走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很多听起来声音不太懂的声音？新住民很棒。台湾呢，现在就是从我们多元，我们本土其实本来应该就是原住民，到我们的闽南族群、客家族群。当初我民国94年进入国小教课的时候，他的确说本土语言就是这3个，一开始。可是现在呢，我们就要加入新住民语言了，这是代表什么？就是这个千万种给逢菜，就是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啊，一类法一种引导嘛。那我们客家呢，一样的，你的鸟品、吸烟，品东吸烟嘛哈，来福建会溜。是不是都一样？每一种风情都有它特色，所以这首诗呢是讲到说，在台湾整个母语啊，也不是只有我们客家哦，好，就是整个台湾来讲，母语都是一朵一朵漂亮的花，是这个概念。那我们出去看花草，你看到外来种，你会不会觉得，哎呦，这个怎么这样？不会嘛？你还说，哦，还是很漂亮，有没有？一样，习花习物，好，就如同说，我们一个小小的花朵、小小的草，就可以成就什么大学问？就是你可以去了解这个花、这个草，然后也知道我们客家过去的花草怎么样。那现在的花草要融入新的族群、新的植物、新的花朵，然后去把它证明啊。那比方我们在看到阿布勒黄金雨开花，我们会说它是什么？我们总不会去找古时候阿巴你讲阿布勒要讲，我们一定会直接讲什么？就阿布勒，每一种语言都很可爱。当然，我们客家话是超级可爱喽。这个新诗我们就先读到这儿，谢谢。今天的课程到这儿就应该是结束喽，非常谢谢大家。然后有没有发觉，今天我们一开始呢，教了大家五感的启动嘞？这个五感启动啊，对我们的脑势能啊、增进啊、脑力的库存提增呢是非常有帮助的。相信诸位看了这个影片呢，应该也有感觉的吧？好，非常谢谢大家，我们后会有期喽。什么太感？